位伫东区新山路大唐福利社，过去一直拢是大唐冰品的贩卖部，但随着年代愈来愈久，互原本的贩卖空间看起来黑黑暗暗。为了提升消费的体验，大唐公司对去年启动环境空间的优化，不但外墙的厝顶融入希腊的蓝白风格，而且佮甲国宝级的铜铁胜利号蓝色的车厢真配合。有了月台，有车厢，后来更加将乌树南的车站嘛融入去彩绘当中。因为这个建筑物应该都有30年以上了啊。那当时破破旧旧的，有铁皮也生锈了，然后有墙壁也裂掉了，场地啊、庭院啊都蛮阴暗的，蚊子也多。那时候想说先把那个环境弄好，后来想说是不是也该把建筑物也稍微让它新一点这样啊？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说，那用什么的理念啊，什么想法去？原本是绿色，我们想说，是不是来个那个蓝白相间的，比较有那种希腊风啊那种感觉啊？好，那时候就开始蓝白开始弄，弄一弄，后来想说，蓝白跟我们的那个胜利火车又相关，胜利火车又蓝白色，所以是不是把这一面墙面把它弄成一个像胜利火车？刚好弄一弄，还蛮像的。蛮像的，然后又开始连结，然后想到，既然弄了火车，是不是弄个月台？也不错呢。然后想，就弄个月台。月台之后，有月台，是不是该有一个火车站？我们乌树林火车站那个景呢，把它拉到我们这个彩绘墙上面，所以把它这样慢慢连接起来，然后整个环境也好，整个那种视觉民众的反应也都不错。对环境空间的改造，不但外观看起来变明亮，而且佫将老树保留。伫贩卖部内面，不但有设计成车厢的座位，而且佫有木窗加窗台的镂空设计。坐伫个窗仔门边食大唐的冰品，或者是啉一杯咖啡，佫会用透过镂空来看到外面的景色。无怪连台北的罗女士伫个听到同事的介绍。嘛特别南下来朝圣，伊认为该地点未来一定成为新的打卡景点。很棒啊，很吸引人，而且这将来一定是一个很棒的网红打卡景点。我是住在台北，可是我就是看到我同事分享，他告诉我说这边在改变，我就专程下来看的。刚才拍了5分车，那5分车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，就是以前小的时候，他那个车子是在甘蔗。我们小时候印象非常深，它现在放在外面展示的话，真的很有意义。新改装的大唐福利社依照蓝顶白墙的配色，除了散发厚厚的希腊风情，加上大唐真材实料的冰品，以及美式咖啡、韩式特别只要铜板价，相信一定吸引真侪民众前来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